啊，你回来啊？今仔哪早回来啦？靠腰啊，有听的啦，免遐大声啦，无臭人，互你喊甲臭人啦。都爱点灯啊火啊，搁咧炸。靠背哦！啊，菜啊创啥啦？啊，著去甲阿慧兰爬涂头空，啊，搁我你市场，啊，你买一寡便当菜，毋知会千甲即嘛？啊你哦？有啦有啦有啦！你有看你买头骨烘，啊，甲土豆要等下恁配。看着食你就整破遐。豆豆食啦，我来煎几堆白带。来啦，咱小食啦。哇！阿哥，以后你食啦。阿爸，回头大刀啊！好，咱是咧好啥啦？袂晓让恁老爸食俗，你若后要做粗重工课，你甲人钱啥？你食啦？阿哥，来，互你食。你就是安尼啦，刚才要疼囝，袂晓疼惜家己的身体。我讲你刚才通疼囝，袂晓疼家己的身体上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啦。知你死啦！啊，阿母，哈啥？我无讲话，你报袂啦？创啥啦？你去家己牛牙叫啊？我白啊！我白讲啦。阿母，有人无去对面大呢？是哦。啊，对面已经厝几百年无人住，啊，搁暗扫扫，哪有可能有人搬来住？真正的啦，我真正有看到啦。啊，当咧规间厝暗扫扫，你真是看到鬼啦，真是看到。伊的目烧烧呢，啊，死偌久嘛烧烧，要毋过伊足吵的啊。行床过就臭啊啦。伊讲的以后，我拢听无。这鬼吼，代志的时吼，毋是好求人，着客人啦，毋知你会听无？阿母，真正是人啦。靠腰啊！恁母啊，当然嘛真是人，无我甲鬼咧。讲啊，这要创啥啦？你无看恁母咧食饭吼，一个妖鬼，一个臭鬼，一个粪扫鬼，我教无死。食饱啦，着甲人卜分啦，也袂晓讲咧开嘴来开讲一下啦。哎呦，这帮啊吼，暗时嘛，佫会嘻嘻嗨嗨。啊，你哦，袂受够歹命，叫一个臭人兼下狗，哈，看见太阳跟 A 口。靠腰啊！囡仔有耳无喙，尻川袂放屁啦。啊，食饱我袂晓收洗洗上。好伊洗身躯啊啦，莫带输啦。啊，人我今仔衫换起来我洗啦，我摕起来披啦，明仔载毋才有衫通我换。等下啦。啊，即个月吼，月金来领着吼，再要真正来恁牛顿来换啦，听得无？听得无啦？你是叫鬼拍着哟？喊甲遐尼大声是要创啥？有听的啦！规间厝的人啊，讲落话吼，还大细声，哪咧等雷公呢？靠腰。